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咱的友邦海地，因为首都太子港伫当地车子就发生正严重的加格攻击事件，当地乌道去攻击首都2间加格，甲4000名犯人放走。警方也含这乌道发生枪战，上无有12个人死亡。一寡乌道佫呛声讲要改掉换代，甲现任的总理换掉。 加路边庆社一直打，警方甲武装帮派激烈交火。加勒比海多数国家海地当地星期二暗时，首都太子港发生严重的港甲袭击案。一间主要的港甲甲附近一间港甲当中2间受到武装帮派袭击，造成将近4000名犯人趁机会逃走，有10多人因此死亡。只剩将近100名犯人烦恼家己的安全，有关留伫港甲内底，其中嘛包括涉嫌暗杀前总统摩伊士的哥伦比亚籍的退伍士兵。 Anoche fue una situación muy difícil. La prisión, el motín, sí, corría peligro en nuestras vidas. Lo que hicimos fue resguardarnos. Muchos disparos, estábamos temerosos por nuestras vidas. Nosotros los colombianos no debemos nada, nos quedamos en nuestras celdas. 事发了，海地政府已经宣布，首都甲周围地区近日72点钟紧急状态实施宵禁。外国媒体报道，这个案件是当地帮派举着联名做的。这帮派掌控太子港北城的区域，领袖切里奇的不是特群警察，外号是 BBQ。外界认为，伊牵涉到最近几档经济大屠杀的案件。为顶个月29开始，伊宣布要发动袭击，诉求推翻总理亨利政府，连续几天攻击当地警察局、机场，真侪航空公司都因此 取消航班。Nak mande Polis Nasional d'Haïti, nak mande militaire yo pour yo prendre responsabilité yo, arrêter Ariel Henry et encore une fois et pas peuple qui élimine nous, et pas les gazam qui élimine nous, arrêter Ariel Henry pour nous libérer pays ça, n'a pas jamais sorti grand. 海地前总统摩伊士在2001年7月受到暗杀死亡了后，由总理亨利代理总统的职务，到暂时已经真侪届拖刷总统的选举。在欧邦暴动进前，亨利已经飞去东非国家肯亚，寻求联合国的安全部队去海地协助维安。发生港甲袭击了后，总理办公室嘛发出声明，谴责武装分子以外，嘛向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